好一段時間冇見嘅阿嗲梅雪詩呢，原來最近就積極預備緊呢嚟緊4月喺南丫島嘅演出啊！嗱，不過除咗平時有做下 gym 之外呢，佢都冇乜特別戒口，仲話特別係中意食辣嘢㗎。大家都好耐冇見嘅阿嗲梅雪詩呢日就相約一班傳媒朋友一齊食飯傾偈。最近嗲姐嘅近況都唔錯，閒時會做下 gym 練下功同睇下戲，生活都幾悠遊㗎。嗲姐仲話嚟緊4月將會演出神功戲，仲會請嚟好多朋友到場。為咗要搞好呢場神功戲，佢呢排可為密鑼緊鼓做好準備，務求以最佳嘅狀態演出啦。練歌啦，咁啊準備排戲啦。咁我哋4月開始排戲嘅啦。咁雖然係做神功戲，我哋一樣會排嘅嚇。咁會唔會同有啲咩人合作啊？咁樣仍然係我哋嘅班老前輩啦，湯哥啦、林錦堂啦，就寶哥尤星寶啦，輝哥即係阮兆輝啦，細女姐任冰兒咁解啦，嗲姐唱戲嘅功力，大家唔會有任何懷疑，因為佢嘅聲線真係非常清脆悅耳，有咁好嘅天賦條件，一定要經過好好保養。但係嗲姐就話俾我哋知，佢反而好中意食辣嘢㗎。保養我就唔識啊，我好中意食辣椒嘅，係啊，中意食辣嘢嘅。咁諗係一種習慣，咁你如果真係驚嘅，咁誒做戲嗰陣時就少啲食啦。平時我都好為食，好中意食辣嘢。嗲姐作為唱戲嘅前輩，一定有好多寶貴嘅經驗可以傳授俾後輩。最近就越嚟越多年青人開始去唱粵曲學大戲。雖然有咁多有心學習嘅後輩，不過嗲姐就好謙虛咁話，暫時唔敢教人喎。唔可以收徒弟，我唔想累人啊，因為我自己仲學習緊啊，真係嘅。你要自己真係識好多啊，你然之後先可以去教人噶嘛。我自己都要自己去學習，師傅仲一路教緊住我，咁所以我唔夠膽。